帶我去油塘維修中心。大家好 ，Tesla 嘅天窗如果爆咗，翻原廠整嘅手續係點嘅呢？價錢係點嘅呢？又可以 claim 翻幾多錢呢？而家話你聽。大家好，我係恒，歡迎再次收睇行程。好耐冇同大家拍過 Tesla 系列啦，咁因為先幾日後座嘅安全帶扣出現問題，我就預約咗翻廠維修。咁我就分享一下原廠維修整車嘅流程、手續同埋一啲心得啦。另外，如果大天窗玻璃裂咗，翻原廠整嘅價錢係點樣 claim 保險，就等我阿恒同你邊開車去維修中心，邊分享一下我嘅經驗啦。首先講解一下最簡單嘅預約維修服務方法，就梗係用手機入邊嘅 Tesla Apps 噶啦。當然亦都可以by email 或者電話預約都係可以嘅。我哋打開 Tesla 個 Apps 之後，選擇最下邊嘅維修服務，然後從各個嘅標題當中選擇你所需要解決嘅問題，例如玻璃啊、噪音啊、車胎啊、輔助駕駛啊或者電池等等。然後就喺下邊嘅詳細資料入邊提供補充資料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仲可以上載相片，等到技術人員更加掌握情況。跟住就係排期啦。現時香港 Tesla 咧有4個服務中心，分別喺油塘、沙田園、西環同埋鴨脷洲嘅。咁你輸入咗預約嘅日子、時段同埋邊間維修中心之後，最後咧就確認埋你嘅聯絡資料係最 update 嘅。冇問題嘅話就按多次預約服務，咁就得噶啦。至於約好咗之後有咩更改或者取消，只要喺編輯預約入邊再按重新排期或者取消預約，最後按時我嚟確認，咁就可以搞掂噶啦。數數手指，阿恒啱啱好揸 Tesla 年半，一共入咗維修中心4次，2次咧係因為車門側邊嘅車 cam 失靈，一次咧係後座嘅大銀幕天窗裂咗要成塊換，而加埋今次咧係因為後座嘅安全帶咧唔知點解突然間扣唔到，咁就索性預約翻廠再搞一搞佢。年半要翻4次廠，唔知算唔算係頻密呢？不過我都相信我都幾有經驗噶啦。我想分享一下咧，去維修中心入邊咧有5個實用嘅心得。第一個好重要嘅就係翻廠維修嘅時候，記得要帶時卡。阿恒嘅時卡咧長期都擺喺屋企同埋 office 嗰度咧，就唔係更新嘅，咁所以去到維修中心嘅時候咧就會帶嚟好大嘅麻煩。原因係你擺低咗架車之後咧，其實師傅咧係需要用時卡咧愛嚟將架車咧調動嘅。阿恒4次嘅維修入邊有3次都唔記得帶時卡，結果3次嘅處理方法咧都係有啲唔同嘅。第一次咧係因為更換車 cam 鏡頭咧可以即日嘅，咁師傅就要求我要留喺維修中心入邊，需要嘅時候可以即刻用手機開鎖，方便師傅咧可以將車輛咧調出調入嘅。咁結果咧我就留低咗喺維修中心足足3個鐘頭。而第二次咧係最慘痛嘅經歷，因為我要更換大天窗，預計咧需要2日嘅時間，咁師傅咧就冇辦法叫我留低咁耐，咁結果嗰一次咧就係換天窗唔成功，要再約個時間重新排個期之後，帶埋車匙過嚟之後咧先可以正式咧維修嘅。而第3次咧就係今次我哋而家去緊維修中心嘅時候嗰一次，我同樣都係冇帶車匙，不過今次又好好喎，師傅話佢哋可以用遙控開車，唔使我再喺維修中心等待，咁於是我就可以先離開維修中心，等師傅喺大約2-3個鐘頭之後咧再致電俾我先再翻去攞車啦。不過無論點都好，阿恒嘅第一個翻維修中心心得咧就係記得要帶時卡。記得要帶時卡，記得要帶時卡，重要嘅嘢要講3次。好，咁第2點就係咧，我哋約咗嘅時間咧準時到達，不過其實遲到咗咧都唔需要擔心，唔需要緊張嘅，你照去啦。一般嚟講，我嘅經驗係就算遲到咗都好，只要係即日 booking 嘅話咧，其實佢哋一般都唔會托手踭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 full booking 其實咧都冇晒位嘅話，咁我又唔排除會被拒絕嘅。第3點咧就係其實有啲小嘅維修，好似今次去換安全帶扣咁樣咧，其實咧只係需要2-3個鐘嘅啫。佢哋嘅程序咧其實就係首先睇
睇一睇嗰個嘅安全帶扣可唔可以整啦。咁如果咧整唔到嘅話咧，就需要去 check 下有冇現貨嘅零件。咁師傅就同我講啦，佢話喂，如果咧 check 到有現貨零件嘅話咧，大約2-3個鐘就可以噶啦。不過如果冇現貨零件嘅話咧，咁今次就維修唔到，要重新等佢哋訂到個現貨翻嚟之後咧，再通知我，再翻多嚟一次嘅。咁今次好好彩，其實咧師傅大約 check 咗10分鐘左右到咧，就話有現貨可以安排咧喺同一個嘅早上咧就可以嚟到更換啦。咁結果咧我就11點前咧就去到維修中心，然後咧大約唔夠1點鐘咧就收到師傅咧就 call back 話可以翻嚟攞車啦。咁如果只係等2-3個鐘嘅話咧，我見到唔少嘅師兄咧其實咧都會留低喺 Tesla 嗰個維修中心等候室嗰度咧嚟到等待攞車嘅。咁如果你都會咁做嘅話咧，咁有少少留意啦。其實咧個等候室咧係好大嘅，而且咧部分嘅等候室咧其實好靚嘅，好似鴨脷洲嘅等候室咧，其實有100幾度嘅海景環回住咧，真係心曠神怡噶。不過你打算如果喺等候室唔離開等車嘅話咧，咁你就有心理準備。其實等候室入邊咧，除咗冷暖水之外咧，就冇其他嘅供應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喺嗰度咧，你都要準備定可以消磨到2-3個鐘嘅一啲小活動啊。帶部 notebook 繼續做嘢，帶本書去睇，又或者準備定套 Netflix 都好，呢啲咧係必須嘅。咁好快講埋第4點，就係呢4個嘅維修中心咧，其實咧附近能夠消遣嘅地方咧唔多嘅啫。最好嘅就係西環，因為咧個隔離街咧山道咧就可以有啲 cafe 可以坐。至於鴨脷洲咧隔離棟樓咧，其實就係好出名嘅歐力工廠大廈啦。至於沙田同埋而家嘅油塘嘅維修中心咧，附近就真係得工廠大廈同埋屋邨，真係冇乜嘢行噶啦。所以揀去邊間維修中心嘅時候呢，除咗距離係你哋嘅選擇項目之外呢，如果你係選擇即日攞車嘅話呢，咁附近有啲乜嘢行呢？其實呢都係需要留意嘅。好啦，到最後一個嘅心得就係呢，其實每一次維修之後呢， Tesla 呢其實都會幫你插滿電嘅。如果你有咁樣嘅需要嘅話呢，咁你記得同師傅講，咁師傅呢就會幫你插埋電之後呢，先會再 call 你翻嚟攞車噶啦。而阿恒呢喺上次更換大天窗銀幕嘅時候呢，喺第二日翻去攞車嘅時候呢，仲發現呢 Tesla 呢已經揾人呢幫手吸埋塵清潔好晒呢，先將架車呢交翻俾我嘅。咁呢個真係一個好貼心嘅增值服務嚟嘅。好啦，分享完5點翻維修中心嘅心得之後呢，阿恒呢最後想分享下上一次更換大天窗嘅時候究竟用咗幾多錢，同埋成個 cam 保險嘅流程又應該係點樣嘅。話說有一日阿恒洗車嘅時候就發現喺大天窗嘅尾座左邊嘅位置呢，就有一道裂痕，大約呢都有20幾 cm 咁長。咁我洗車嘅時候用水肥佢都唔會入水嘅，不過安全起見遲早都要換㗎啦，咁於是就預約翻廠維修啦。如果你同阿恒一樣係用 Liberty 呢個保險公司嘅 Tesla 保障計劃嘅話呢，咁其實佢每年呢都會包更換損壞天窗1次嘅，咁每次嘅墊底費呢，阿恒就係2000蚊，我唔知係咪 standard 嘅呢，而且呢係唔會扣 NCB 嘅，所以阿恒橫睇掂睇呢都係翻廠維修最划算噶啦。結果成個大天窗換咗之後呢，費用一共係5112蚊，扣除咗墊底費之後呢，嗰3100幾蚊呢 Liberty 喺搞好咗手續之後呢，2個禮拜內呢就會寄 check 呢，就退翻嗰3000幾蚊俾我嘅。至於整個索償手續又係點樣開始嘅呢？第一步，你首先準備保單資料之後，打電話或者 email 俾保險公司，同佢講你而家大銀幕爆咗，需要更換。之後佢就會by email 將 cam form send 俾你，等你填翻啲資料，同埋補埋一啲嘅相片俾佢核實。咁阿恒大約1日之後呢，就收到佢哋by email 通知，可以預約進行維修，而且維修完之後呢，就補交
交埋嗰啲單據嘅資料俾佢哋，同埋維修好之後嘅車嘅相片俾佢哋。阿恒維修完之後就立即就寄咗啲資料俾佢，之後呢，第二日呢就覆翻嚟話2個禮拜之內呢就可以收到支票賠償啦。成個過程無論由維修又或者係 claim 保險賠償都好呢，都可以講係順暢、有效率同埋係愉快嘅。咁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 Tesla 嘅車主或者準車主去認識多啲維修中心同埋保險嘅運作啦。最後阿恒想分享4次嘅維修體驗其實都好好，無論係協助登記嘅員工定係停車場入邊嘅維修員都係好 nice 好專業。可以講本來抽日子要時間嚟整車心情就唔會好噶啦，但係 Tesla 嘅效率同埋專業咧真係可以大大減低呢個不快嘅感覺啊。咁當然我都唔會期望有下一次需要再去啦。好啦，因為維修中心係嚴禁拍攝嘅，咁今日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，拜拜。